為平衡溪北甲溪南的發展，議員陳坤和真歡喜看到七股科技工業區的開發。不過，在工業區發展的過程，議員嘛希望都市計劃愛同步來進行，莫到時陣廠商人口進駐，卻找無土地通好起厝。另外，在地方的交通方面，為了疏解南科的交通流量，議員早在民國108年提出2座跨專門梯級的建議，嘛在最近總算看到淡薄仔初步結果。大溫寮，跨曾文溪，過去呢，這海電路4段，這海電路4段，所以這條呢，希望呢。2個1000萬都是我們市政府自己出的錢呢，不是立委爭取給我們呢。所以我講按市政府家己做的業績，好啊，你攏共黨的，互伊做業績最好，你攏掂掂。啊，你掂掂就變做我議員，我108你做到盡攏無做業績，因為你無講你有認真做，啊，唔是阮講你會去做。進行主席，其實咱中央繼續去爭取，但是市長非常關心，所以講佇這部分，阮已經。設計先設計對咱對迄落南41線去接173線，市到173線一大拓寬先來做處理，處理了先來補用地徵收。然後後壁佇新界工業區，因為經過農路都市計劃農業區，咱必須要做都市計劃變更。除了工業區甲啲交通的規劃，另外議員嘛大膽提出先進捷運系統的深綠線，應該跨越專門溪到新營。安尼才能更加平衡溪南甲溪北的發展。台南新聞林彥根、張碩維採訪報道。